学赖啦。我们先练一下第一首，然后就直接带今天的诗歌，好不好？等一首唱一盖的。平安，真欢喜，搁一届来同齐敬拜上帝。大兴，咱来敬拜今日要献的诗，咱要吟的诗歌，第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543首，我爱儿主的款式。熊熊温柔。
长寿主日，圣经记载讲，前行后队的人拢大声喊着“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是应当受懊恼的。这时，咱请起立，用耶稣听我在明来敬拜咱的上帝。耶稣听我在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会听惜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在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会听惜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伊有心，有将天门开到你，我会做看伊细情，予伊细行日来眠。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三当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天边。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主耶稣听咱有记载伫圣经，阿妹吗？阿妹。你咸捌听见主伫咧呼召你的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主伫规个和平领军。你是毋是捌注意听主咧呼召你的声？你甘愿意对救主讲，我伫这主找我找我，找见我，我愿军队做脚步，找见我，我伫这主找我找我。你咸捌听见主伫咧呼召你的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主你规个和平领军。你是毋是捌注意听主咧呼召你的声？你甘愿意对救主讲，我伫这主找我找我，找见我，我愿军队做脚步，找见我，我伫这
地位的好命命主，你是不是捌主意听？主的好调你的声，你甘愿意对救主讲，我的家主找我找咱同齐我。来，我愿蹲在主脚步，找见我的家主我请正手边的兄弟姊妹来开头语。你敢捌听见主的好调你的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主地位的好命令君。你是不是捌主意听？主的好调你的声？你甘愿意对救主讲？我的家主找我找我，找见我愿蹲在主脚步，找见我的家主找我找我，找起我，找见我愿蹲在主脚步，找见我的家主找我找我，找起我，找见我愿蹲在主脚步，找见我的家主搁一届对主讲，找起我，找见我愿蹲在主脚步，找见我的家主找我找我。这时我请你安静你的心，注意来听主是毋是有咧呼召你？你是毋是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讲主啊主啊，我伫遮，请你找起我。我心有伤痛过，又带搁惊吓，做困无人担我，袂堪比你的疼。你疼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空气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直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心有伤痛过，又带搁惊吓，做困无人担我，袂堪比你的疼。我疼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空气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直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啊，你的疼是遐尼大，遐尼深，遐尼宽。主啊，我献上
这首的诗歌，诚做你要对阮安慰的。主啊，阮搁一摆将阮的重担放落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的听搁较济来，引带阮搁较济来满足阮，互阮会当甲天父搁一摆好好，互阮会当甲主你的面前，安尼来听你，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好帮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对他到永远，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因主耶稣的恩款。得到平安，因为主耶稣所受的悲伤，咱受到医治。主啊，你的听是这么啊深，这么啊悬，这么啊长，这么啊宽。我是何等的因，会当得到上帝。你安尼来听受，听阮的主耶稣为着阮的罪，从耶路撒冷伫哥哥他被钉伫十字架顶，阮伫遮少年耶稣为阮所做的一切，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我愿意。用阮的一生来回应上帝你的听，当你来找起阮的时，阮愿意谦卑顺服伫主你的面前。阮搁一摆要对主讲，请找起我，阮拢伫遮，阮安尼敬拜、祈祷，拢是奉无罪主耶稣的名，阿门。愿一切荣耀归予咱的父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请坐。
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来吟诗学了上帝，请献开新圣诗258首，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咱备办心来祈祷。慈悲疼卡的天父阿爸上帝啊，你是阮的王，我要顺你做大，阮也要永远学了你的圣名。伫个过去的一年中间，阮有经历着肺炎疫情的打击，但是阮有主你的保守，甲有时甲阮三甲同在，互阮得到平安。感谢主，阮对主你的感谢是讲袂尽的，总是阮知，就是一世人要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这时，阮也要为教会大大复兴来祈祷，恳求主你带领牧师、祭司、长老，好好来管理教会，互教会大大复兴。求主你赐予阮智慧有气力，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互搁较侪人得到属灵的祝福。主啊，阮愿意一世人跟对主。主啊，阮也愿意做主的工，求你差遣我。感谢主，这时阮也要求主你的圣名来充满阮，互阮每一个祈祷徒
拢有健康的心灵，伫主的内面结出正义、良善、真理的果子，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见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路州教会头前的路站，阮永远是交托主、仰望主，你来带领、引带，感谢主。即时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互每一个兄弟因的家庭当中一家和谐，有主你的保守，有主你的看顾，互因全家得到平安、喜乐。感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即时要来启应，请掀开圣诗后壁面的启应文28诗篇118首，伊个1049页显着的，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应。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互我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起杀的石。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迄个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是圣歌队要献诗，所献的诗是圣主头额担受伤。主
即时咱请兄弟起立，用主祷文，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要赦免辜负阮的人，袂得带阮入去的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欢迎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兄弟，请坐。即时，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语，请掀开圣经，请掀开马太福音21章第1节甲11节，马太福音书。显着的，我来读，请兄弟恁做伙来看。因行近耶路撒冷到伯法其甲橄榄山的时，第2节，耶稣找2个学生，甲因讲：恁去对面的乡舍，面边会拄着一只驴白地。有驴仔甲伊田地解开，牵伊来我遮。若有人甲恁讲啥物，就着讲主欠用伊，伊连边要送伊来。即个事情是要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讲。就互顺的查某囝讲：你的王来就近你，温柔搁骑驴，甲驴所生的驴仔。学生去照耶稣所吩咐因会去行，牵驴仔甲驴仔来，将家己的衫厝伫因顶面，耶稣就上去骑。众人中较济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里，有的臭树枝铺伫路里。前行后队的众人念讲：大笔的何塞那，伫主的名来的，得到贺乐。伫至悬的何塞那，伊入耶路撒冷，通城摇带讲：即个是谁？众人讲：即个是先知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以上无歹势，还佫一位的圣经节，是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我阁听见主讲，我通找是谁啊？是谁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以上。咱要将时间交互牧师，伊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主要用你。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中秋主日，互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咱的救主。入耶路撒冷的圣城，愿主赏帮助咱。伫即礼拜下拜一开始，咱就要进入受难周。所以伫耶稣公营入耶路撒冷城开始，咱就开始备办咱的心。耶稣嘛备办伊家己要行世界的路，所以伫即礼拜，互咱兄弟姊妹拢用安静、用
恬静的心来灵修、祈祷、读圣经，来甲主一个相通。因为咱的主为着咱要来死伫架顶，要拜三，互咱的祈祷会，互咱有一个抹油，抹油的仪式，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来做伙来参与即个祈祷会，亲像迄个玛利亚，用伊那达的香油来抹耶稣的身躯，来避办耶稣的死。咱拜祀，拜祀咱有一个洗脚礼，咱有一个特别的聚会，亲像耶稣伫最后晚餐了后，又甲耶稣甲为学生洗脚。耶稣嘛甲学生讲，恁嘛着爱彼此洗脚。所以咱洗脚诚做咱教会嘛，诚做咱基督徒一个彼此侍奉服侍的一个记号。中华基督教的意义，伊的 logo 就是洗脚的一个 logo， 就是学习耶稣怎样替门徒洗脚。所以咱做基督徒的咱嘛是学习耶稣的教导，彼此洗脚。拜五暗时咱有受难日，受难日的礼拜，这是西区的联合礼拜。因为咱的教会场地来讲比较有较好，所以咱家己主理。咱主理就是咱兄弟姊妹爱做伙来参与，咱就无甲西区做伙联合。我有甲区长讲，咱主理。所以咱无要算人数，总是咱尽量伫拜五做伙出席即个礼拜。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安，感谢你。你受严光的时，是正人化何山啊何山啊！主，你伫传道3年，伫最后，互正人来欢呼入耶路撒冷，总是这是一个行是未家的道路。主，你勇敢，主，你无提示，因为这是一个苦杯。你嘛学习顺服，这是上帝所托付的使命，要伫主的心上来替世间人赎回罪，要互世间人甲上帝定心搁好。主，你伫十字架顶怎样对死？你伫坟墓最后你有搁活，你搁活诚做阮拯救的仰望，因为只有你有对死搁活。相信你也赏赐活命互阮信你的人会当得到永远活。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后一对到美国留学的少年夫妇，因为因自结婚无偌久，因就去到美国伫遐来留学。当然毋是翁仔某做伙读册，是翁婿去大学读册。所以伫咧读册过程的中间，即个太太就爱去餐厅洗碗盘，拍工打工，来维持整个家庭的经济。因为即对少年夫妇经济嘛毋是真好，总是因伫遐读册学习，希望有真美好的将来。有一日过真久了后，伫因的家庭发生一件代志，就是翁仔某起冤家。伫无意中间，即个翁婿讲一句话，讲我无需要你，你出去。咱俗语讲冤家安那无好话，冤家就无好话。所以即个姊妹真受伤，伊感觉讲即个家无需要伊啊，所以伫咧精神上受到真大的打击。即个无需要的时，带来互伊真大的痛苦。伊想讲，阮翁仔某。来到美国生活8年，翁婿去学校读册留学，我着每一工去餐厅洗碗盘，搁爱去打工来维持家庭的经济。有囡仔了后，搁爱照顾囡仔。为着你受遐尼侪苦，即摆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咱的生活过了较好。如今你一句话讲，我无需要你啊！那像有一骹要甲我踢开一样，所以即个姊妹含你伫精神的痛苦的中间，所以无需要即句话，确实伤了即个姊妹的心。无需要，感觉是那亲像一个咒诅一样。如果你若要阁有互人使用，
搁较歹听，讲我搁互人利用的价值，也是讲你搁有搁较大生活的价值，安尼咱是搁会当搁继续活落去吗？所以咱每一个人若互人使用，伫需要的时，咱会当帮助人；伫人有困苦的中间，咱会当拄互人安慰。甚至咱教会嘛是需要你来参与服侍，包括圣歌队的兄弟姊妹伫遮咧服侍，做招待的人伫遐分酒报，甚至司琴的人有机会司琴，甚至拍鼓的人有法度拍鼓，甚至带敬拜的人法度带敬拜，诗会的中集有法度诗会，也是你今仔日你坐伫礼拜堂的中间听牧师讲道，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需要的时刻。像是咱若讲咱有互人感觉真需要的时，安尼这是毋是真好？这嘛是一种的福气。耶稣需要即只驴仔，耶稣找两个学生去装车，甲即个主人讲，主要使用即只驴仔。主先找耶稣先找起两个学生去找即只驴仔。2000多年前，耶稣用弥赛亚救主的身份来入耶路撒冷圣城。敢若是君王的规格，因为众人争对前后安尼相对相招好，要来迎接耶路撒冷来入圣城。即只驴仔变做耶稣的座驾，即只驴仔变做耶稣的坐骑。因为圣经敢若无记载讲耶稣是骑啥物货，只有伫樟树主里头，就是今仔日耶稣骑驴仔入圣城，这是为圣经记载耶稣骑精神。所以小小驴仔即件代志，伫咱的生命中间，我来看见讲，咱要安怎互主来使用？这答案是安那？主要用咱，因为主嘛需要咱，敢毋是？主要用咱，就是讲耶稣伊嘛需要咱，教会嘛需要咱。到即摆咱的国家恢复调兵即摆查甫囡仔拢爱做兵做一年，就是国家需要遮个人。过去咧，过去是所有的查甫囡仔拢爱做兵，是毋是？倒请爱做2年，过去佫有做3年的，是毋是？表示国家需要。所以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安那爱征调，愿上帝帮助咱。咱是毋是伫耶稣计划内面，互上帝来使用？所以今仔日咱先来领受，咱是毋是有信靠伫上帝计划内面？咱台湾是毋是伫教会伫上帝传福音宣告的计划内面？恁敢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马该是安怎来台湾传福音宣告？以及南部的宣教师是怎样来台湾宣告？其实，敢若台湾只不过是伫亚洲的离岛一样，因为迄时阵宣教的中心拢伫中原的大陆，拢是伫咧大清帝国的大陆的顶面，侪宣教师伫遐，甚至有人去印度宣教，去缅甸宣教，也是去马来西亚宣教。台湾开始变做是伫咧宣教的计划内面。因为有一个宣教师叫做杜家德，伊足早就用车肯去福建做宣教师，伊叫做闽南的使徒，福建南部闽南的使徒。因为伫高雄市，伊建立着宣教的基地，伊一届无意中，伊去浙江的宁波坐船，因为这船可能无直航，来到淡水。伫淡水的外海无有靠岸，但是伊无上岸。伊讲哪有即个所在叫做台湾，了伊就搁转去到伫伊的宣教基地福建迄个厦门。了有一日伊特别坐船来到淡水，爱到上岸，来访问淡水，甚至用行来到网甲。伊讲遮个人拢讲闽南语，咱讲即摆讲台语，较早讲闽南语，遮个人拢讲福建话，甲厦门的讲的人讲的话是共款的。伊就开始写批，互英国的车会，讲等你来派宣教师来台湾哦，爱派宣教师来台湾哦，而且呢，佮甲伊建议讲，一定爱带着医疗，医疗甲结合宣教，安尼可能有一个效果。
然后来英国的策划，真正有甲台湾纳入即个宣教的计划，最后就派宣教师来台湾，甚至第一个来是即个马雅各医生伫府城迄个所在建立宣教的基地。所以台湾是毋是伫宣教的计划内面，这是一个无意中杜家着即个宣教师，伊发现着讲，遮个人拢讲闽南语，遮个人讲的话甲厦门的话会通，甚至遮已经有侪增写。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是毋是伫耶稣的计划内面？耶稣入城迄天，大家拢抓樟树枝来迎接耶稣。伫人群的中间，什么人互耶稣重用？人群敢若毋是重点，人群敢若毋是焦点，焦点煞变做是伫即只精生的身上，因为耶稣所有的重量拢负荷，拢坐伫即只精生的身上，即只互人看袂上目的驴仔，伊甲耶稣做伙入城，做伙享受即个荣耀的时刻，甚至众人甲伊的衫那铺伫路里，有人插樟树枝来铺伫路里，然后喊何山那，何山那。这是耶稣一生中间可能上界有感觉，咱讲最有感的时刻。众人喊讲何山那，何山那，何山那是啥物意思？何山那是赢子，是君王，是欢呼的意思，嘛是有一个恳求的意思。讲主啊，主啊，来拜托来求援，代表的子孙啊。用主的名来是应该着称赞而乐的，伫悬悬的座位，何山那，何山那。这是照着先知所应验的，先知的应验伫对，是去上帝早就有备办，因为伫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就讲惜安的查某囝着欢喜，要撒冷的查某囝，你着出欢喜的声，看你的王要来就近你，伊是公义，阁有拯救，温柔，阁骑驴。甲驴仔所生的驴仔囝，这是伫耶稣进前400多年前，圣经都有记载，先知都有预言，王要骑驴仔来入城，惜安的查某囝着欢喜。所以咱看到撒迦利亚先知，伊早就有备办，早就有预言讲上帝备办，对惜安的百姓讲，着应该欢呼，主有公义，有拯救，而且骑驴仔温柔，搁骑驴仔，所以骑驴仔人拢较温柔，骑马仔的人安那要出征相战。愿上帝帮助咱，上帝的计划早就有准备，耶稣要来骑驴仔入即个圣城。所以上帝的计划中间，对即只驴仔嘛有计划，若是对你对我，难道咱拢无有上帝的计划吗？但那亲像拄仔牧师所讲的，咱的台湾变作是上帝要传福音的计划内面。所以咱的生命敢拢无意义吗？咱拢无比即只驴仔搁较有意义吗？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注意来看，咱是照上帝形象所受造的物，咱比万物搁较有灵性，因为咱有智慧，咱有思想，咱有思考，咱有人文、社会、艺术等等，遮个精神拢无，所有的动物拢无，只有人类。所以咱每一个人是上帝心目中的宝贝，咱对死，咱对生到死，咱拢伫上帝的计划的内面。愿主帮助咱。美国有一份心理的报告，伊对1000个人做心理的测验，就是讲你有清楚你知影你伫世间活落去的目的吗？你有清楚知你活落去的目的吗？其实只有6%的人知影伊活落去的意义甲目的，94%的人伊毋知影讲伊活落去最后的意义甲目的是啥物？你敢知影你活落去的意义甲目的是啥物？有人足清楚知无？有人真清楚知，安尼感谢主。如果咱也真清楚知，安尼你是6%的人的其中一个。哲学家尼采讲上帝死啊！伊伫死之前有一个涂鸦，伊留了一句话讲：我会当知影讲活落去有啥物种的意义，我活落去有啥物种的目的，我到底为啥物来活？
我会当忍受所有任何的艰苦。伊最后拢无找到即个答案，因为伊毋知影伊为着什么来活。最后因为精神的状态毋是真好，最后就安尼结束家己的生命。一个哲学家，咱知影哲学家伊的思想内面有逻辑、有思考，伊拢咧找生命的意义甲答案，但是伊找无，最后精神混乱来结束伊家己的生命。所以咱真做上帝的囝儿，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宝贵的计划内面。保罗嘛讲，伫即个大厝内拢有每一种的器具，有金的，有银的，嘛有柴的，嘛有土的，嘛有最贵重的路用，嘛有最下贱的路用。什么种拢有伊的路用。马桶也有马桶的功用，敢不是？那我们是什么桶？我们是饭桶。至少我们还有饭桶的功能。求上帝帮助咱，每一种器具拢有伊的功用，每一种的机器的零件拢有伊的作用。台湾叫做螺丝的王国，天顶飞不管伊是波音的，也是迄个空中巴士，足侪飞行机的小小的零件螺丝拢是台湾做。咱台湾可能无法，咱台湾可能要做飞行机真困难。总是要做螺丝，咱是螺丝的大国王国。这螺丝啊，螺丝嘛是消磨品。这螺丝搁爱符合每一种的规格，看伊是要铜的，还是要铁的，还是要阿鲁米的。所以每一种器具拢有伊的作用，不管伊是金银、是柴、是土的，也有贵重的路用，嘛有下贱的路用。所以咱台湾生产零件真厉害。咱台湾嘛是即个即个台积电做即个物件真做台湾所要全世界所要抢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每一种物件拢有伊的功效，有伊的功用。咱是要真做上帝什么种的功用？咱是要真做上帝什么种的路用？约瑟。圣经所讲记载约瑟，17岁就去往袂到埃及，人生敢若是无未来，后来佫坐家，冤枉坐家，那上帝使用伊，为着一个人受苦了后拯救全家族，若无拯救全家族，就无后来上帝所要赐福亚伯拉罕，互伊亲像伊的后裔亲像土顶的土沙粉。亲像天顶的星这尔啊多，敢毋是？所以这就是约瑟伫上帝计划内面，敢毋是？如果若毋是伊会晓解梦来替法老解梦，安尼哪有可能真做埃及的宰相？所以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生命拢有伫上帝计划的内面。来思考，咱是毋是上帝所特别疼惜的？各位兄弟姊妹，咱咪感觉真奇怪，为什么耶稣上界？请赢的是一只驴仔，那毋是一只骏马，那毋是一只安尼缘投佫悬大的马仔，大象佫较好，但是即个巴勒斯坦也无大象大象伫泰国缅甸迄个所在较有，所以驴仔，即只驴仔啥物拢无，但是耶稣却邀请即只驴仔来分享伊的荣耀。这个故事就反映出，你我拢是上帝所要用的人，你我的才调拢比这只驴仔佫较有才调，所以咱的才能有法度上帝需要的时，咱每一个人拢会表现拢一定比这只驴仔佫较好。有阿门无？阿门，感谢主。至少咱会晓吟诗唱歌来学了上帝。所以地上的人，你感觉你是凡人还是超人？超人只有一个，咱拢是平凡的人。所以有一首歌叫做《凡人歌》，你我皆什么？身在哪里？身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能成仙，难免会有杂念，然后他就说写的道义要放两边，立志要摆中间。这是歌写的，不是圣经写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耶稣来是一个救主，伊带着公义有拯救，这是撒迦利亚书所甲咱讲的。
毋是凡人歌所讲的，讲十两放两边，利败中间。阮上帝帮助咱的出生甲背景，我想拢是真普通，搁再普通。所以你今日坐伫遮，咱拢是真普通的人，只不过是社会内面小小的一份子。但是上帝特别疼咱，拣选咱，诚做伊的囝儿，诚做伊的子民。所以当咱还阁是小小的人物的中的时，上帝就诚做咱的救主，诚做咱的天父，诚做咱的帮助，诚做咱的倚靠。所以耶稣讲：囡仔劳苦背重担来到我遮，我会互恁得到安息。所以咱的重担拢伫耶稣的身上。世间的人无一个人讲我是千里马，在座你讲你是千里马的野手，无，拢是做普通的，所以咱是真正普通，搁再普通，那亲像即只驴仔，但是搁再倒来到咱每一个人生活的内面。等下礼拜煞，你若要去菜市仔买物件的人，你若去买水果，你会拣上好，还是要拣烂的？咱即个平凡人拢是讲这饭可一定拣好的，碟看卖啊，这有声无咱要拣菜。嘛是要拣水的，拣好的。咱要买物件，你嘛会伫遐比较，甚至你会看伊即个有效期限偌济。我若买牛奶，我拢会看，我一定拣保存期限上久的迄罐嘛，对无？甚至迄批嘛，做生意的人足巧的，伊甲集齐的先放头前，你后壁到货放后壁，所以你就爱找后壁迄罐，对不对？你看牛奶，这剩3工，我等于我剩3工爱啉无了啊！我若无啉遮济，我一定要慢慢仔啉，我一定爱买一礼拜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帮助咱，平凡的咱拢知影讲要去拣对咱有帮助、有好的物件。所以每一个器具拢有伊的用途，每一个器具拢有伊的用途。就算讲咱是平凡的人，咱嘛是会当互人来使用，有互人需要的时，咱一个平凡的人，上帝嘛会使用咱，因为上帝嘛特别疼咱，特别知影讲咱的性质，要甲咱放伫什么种的位置，阮上帝帮助咱。第三，咱来承认上帝的主权，亲像即只驴仔。以赛亚先知捌讲牛仔捌伊的主人。驴仔嘛知影即个伊要食的即个座伫底，但是讲以色列人毋知影，以色列百姓毋知影因的主人到底是甚物人，所以以色列百姓离开上帝，无敬拜上帝，无承认主的主权，因将主权因去服侍外邦的生命，服侍了那亲像家己那像是外邦人一样。所以，愿主帮助咱做一个基督徒的咱承认主是咱的救主，是咱的帮助。咱将咱的时间、金钱，咱全部的人来献上，安尼就是互上帝使用，敢毋是？但是咱来想看觅啊，人为什么无法度互上帝使用？是人无愿意，人无愿意。即只驴仔，咱知影讲驴仔的个性是固执的，对无？驴仔的脾气是固执的，驴仔有驴仔的性。咧饲精生的民众游牧民族，因饲羊、饲牛、饲马，对无？咱讲马当食袂？对，你有去日本、韩国，你就知影马肉当食。咱台湾是较无啥咧食马肉啦这马仔嘛有用途呢，马仔奶。佫会当安那煮来啉、煮来食，马仔肉嘛会当摕来食，有人食梨仔肉，敢若较少所以羊、牛、马敢若是较重要的精神。梨仔是因可能咧用来载回物件。当时战争战到无通食的时，最后就是抬马仔、抬将军所骑的马仔来食。所以咱较实来讲，以食物的来源来看，驴仔毋是上界优先的，但是即只驴仔。如果若坚持讲，我著无爱互耶稣骑，是要安怎？我的脾气，我就是无爱互人骑，要安怎？安尼耶稣敢有办法甲骑？无法度，是毋是？但是即只驴仔已经超越着伊固执的本性，伊愿意顺服主就来骑。
甚至即只猪仔驴仔是安那，敢若无人捌骑过，伊无去用甲教过，总是安那，即个主人就互使徒耶稣学生牵去，所以主人嘛承认真正的主人是耶稣，互耶稣来用。所以咱基督徒的咱信仰的个别的中心，就是咱的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咱的主，咱承认耶稣是咱的救主，是咱的拯救，是咱的瓦肯。咱为什么无法度甲家己交互咱的主呢？因为咱感觉讲，生命是我家己的，我的人生是我家己的，我所有的物件嘛是我家己的。当咱要到天堂的时，世间的物件拢带袂走，对不对？所以咱考古学家一直考古，拢是过去人留落的物件，金银财宝拢安尼甲伊挖起来，包括人的骨头，迄个考古。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以赛亚书43章第1节讲：因为我救赎你，我捌叫你的名，召你，因为你是我的。愿上帝帮助咱来承认咱的。上帝是咱的救主所以咱的主权爱交互咱的救主。真出名的基督教的哲学家薛法，伊讲，伊对这个社会有提出讲，基督徒上界大的异端是甚物？咱做基督徒，咱拄着真侪异端，包括最近咱咧讲的东方闪电，对毋是异端？包括侪或者的咱讲。耶和华见证灵会，也是摩门教，两个人骑脚踏车这，咱基督教界甲讲这是异端，但是讲上大的异端拢毋是真的，上大的异端就是世俗的人文主义，就是咱人有世俗的思考、世俗的想法，就是讲咱的人生的主人是我家己，所以咱做基督徒的咱爱上咱的主权，将咱的主权交予上帝，来承认这上帝是咱人生的救主甲帮助。所以咱的人生的主人是咱的上帝，是咱的主。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但是咱也愿意献上咱家己，当咱将咱家己的性命献予上帝，安尼才会当互上帝使用，咱才会当互主来使用咱。穆迪捌讲过穆迪牧师捌讲过一个故事，伊讲。因四周的人传福音，拄着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拢找足一个理由，甲讲我无爱信耶稣啦，我要好好来享受我的生命，等我老才要来信，等我老有一日我才要来相信。这目的嘛无法度伊人生有伊家己的选择伊感觉主毋是伊的主人伊的主权无爱交互主所以就无爱相信耶稣嘛。甚至目的嘛讲，当耶稣用钉伫十字架时，边仔有两个什么种的人？两个犯人对无？两个嘛是迄甲耶稣共款用钉十字架的人对无？伊讲有一个已经承认耶稣但是耶稣讲你今日会甲我伫咧乐园。伊讲即个后来承认耶稣的是伊的救主，有一点仔较晚，因为拢互钉伫十字架顶对毋对？所以耶稣讲今日你会甲我伫咧乐园。所以要死进前有较晚，目的来讲，你毋通到要死进前，较要相信耶稣，安尼就伤晚。有一日，这个少年人带伊，这个目的特别去看这个少年人，要去看患者，爱炸啥？炸花，爱着调工炸一束已经高大的花，毋是青的花，一束已经冷去的花，冷去的花来看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足无欢喜的，就足无欢喜的讲，牧师，你较会摕即种花来送我，你是咧甲我咒诅吓？牧师就甲伊讲，我知影你无欢喜，你有想看卖来讲，安尼上帝敢会欢喜？你浪费你所有的生命、人生，到你老才要来信耶稣，安尼上帝敢会欢喜？你哪毋爱甲你上界黄金青春的岁月来奉献予上帝，互上帝来用，安尼这才是欢喜稳定的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少年人后来就承认讲对，爱将伊年轻的岁月
来互主，来相信主。伊丽莎白有一日，伊带着伊的部下去巡回吼，就穿甲足平凡的，无偌久就开始落雨，因就去美雨。迄一个农家伫遐美雨，但是雨阁落袂停，无法度，伊就甲即个主人讲：你有雨伞无？来借阮吼。即个主人就摕一支破破的雨伞互伊。即个伊丽莎白就甲伊的伊的部下就离开有过了无偌久，即个主人，即个农家的主人收到一张卡片，顶面写了讲：多谢你，前几工我来恁兜美雨，你交代我，搁借雨伞互我，伊丽莎白女王。哇！即个农家的主人看真后悔，讲我若早知影伊是一个女王，我一定用上好的物件来甲伊招待。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以赛亚先知伊年轻的时，就听见主的声讲，听见伊主人的声，听见救主的声讲：我伫遮，请找我。我伫遮，请找我。有谁肯为着咱去，为着我去呢？伊讲：我伫遮，请找我。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敢有法度真做迄个我伫遮，请找我的人。如果恁若是愿意，主要用你，主要使用你，互咱的人生无空白。当咱离开世间的时，咱到伫主遐，主甲咱讲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咱同心来祈祷。太堂的主，阮感谢你，互阮的财政财力拢比即只女仔搁较好，来互主用。阮相信，阮若完全互主用，阮的人生会比即只女仔搁较有意义，互主来得到荣光。毋通等阮年老的时，也是搁要等阮有啥物种的机会时，检查这个机会拢已经流失去。互阮把握现在，把握现今，来互主用。因为主你要诚做阮的帮助，主你要诚做阮的倚靠，你要诚做阮的拯救。我嘛将阮的全人来交托伫主，互主你来使用，互主你来引带，互主你来带领。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用回应诗，请献归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请起立吟全首。
姐，请坐。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请书献的来接献。这时，咱做伙来念金句。咱的周报下面有台语甲国语，咱来念台语，做伙来念两遍，请。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是水啊，是水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是水啊，是水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这是咱来消息报告，甲介绍新的朋友。今仔日咱有特别两个朋友。有来刘德昌兄弟，请起立。周国良弟兄，欢迎你。他之前是光明传道的先生，国良师长。我们欢迎他，还有一位是张志成弟兄，请起立，欢迎你来哦。张志成弟兄是住在巴黎哦，巴黎龙米路那里你已经受洗了嘛哈？还有妈妈。请站起来，欢迎你哦！好，欢迎你来，上帝祝福你们。咱这时咱来欢迎歌。我们特地唱欢迎歌，欢迎你们来。
你们。即时咱来消息报告。第一项，今日是中秋主日，也是耶稣受难周。请信徒伫咧受难周期间，用安静的心，甲主同苦难，尽量避免喧哗，游乐行程。教会伫咧受难周有安排特别的聚会，礼拜三有祈祷会、抹油礼；拜四有洗骹礼；拜五咱受难日的圣礼典，邀请会众来参加。第二，受难日3月29日拜五暗时8点，伫咧教会举行耶稣基督受难日圣餐礼拜，请大家以恭敬的心、敬虔的心，来参加。第三，搁有偌济3月31日下主日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搁有偌济赞美礼拜，请大家做伙来敬拜，庆贺领受救主国活的性命，大家甲望。第四，3月31日下主日是本会圣礼典的主日，大家请备办心。报名洗礼有红四节流心会，大家请关心来台岛。礼拜结束后有庆典特会，主题是传承欢迎兄弟参加。特会结束后，伫迄个教会1楼有准备爱餐。第五，本会信德奖学金，经过审查，领奖的学生有：第一有大专组林品仪、林以诺，国中组李恩对，第三国小组廖君荣、魏子敬、陈友谦、陈岭天、林新叶、詹硕。伫迄个3月31日，搁有偌济赞美礼拜中，来颁发因得奖的学生，请亲自领奖。第六，本会陈金霞姊妹3月2日伫咧拜四蒙主恩召啦，伊的上寿是78岁。3月30拜六上午8点，要伫迄个三峡花葬场举行入殓火化礼拜。3月30礼拜六下晡2点半，伫咧罗州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愿圣灵亲自安慰因的遗族，搁赐下对因来得到平安。啉下这过身，真正心肝真艰苦。第七，刘阿姐姊妹是金好兄弟的表亲，伫咧3月11嘛是蒙主恩召，伊的年岁是96岁。3月19，伫因的厝举行入殓追思告别礼拜，互咱的国城牧师也代表罗州教会前往台东来慰问。第八，苏协义弟兄是苏美丽的姊妹的兄长。3月16安游园是安孝主怀，伊的年岁是75岁。
3月23，伫咧花莲市立的殡仪馆举行安休礼拜，游玩是互咱国成牧师代表罗州教会前往花莲来慰问。第九，韩国3.1长老教会有来邀请咱参与第9届台韩短宣的地区是韩国岭东，本届主题是书成，还佫有权柄。有公布伫咧公布栏，名额有限。如果恁有意思的，请陈国成牧师报名。第15月初4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有举办初阶的中级训练会。我专题是请恁若有要参加的人家己过目。地点是伫咧大稻埕教会。4月28报名截止，中级同工，请恁踊跃来报名参加。第11、第2季4月到6月复赛的轮值表已经公布，请恁请同工爱注意复赛的项目甲日期。如果时间上若袂拄好，请恁甲其他的同工来交换，佫爱通知办公室。第12圣歌队，圣歌要来招募队员，对音乐复赛有意愿的，请恁圣歌队队长并美满技师甲林宜坚牧师来报名。游玩是咱教会也要招募同工，音控实在真欠。如果恁的如果有意愿的，请恁踊跃来报名。请各位兄弟，恁的事势若有兴趣音控的，请恁带因来，互因来受训练。每礼拜3暗时查经祈祷会，请大家来踊跃参加。咱欢迎顶礼拜的新朋友陈张丽石、陈柏如，他们母子今天有来吗？刘如秀姐妹，副别姐的因新妇，伊是伫美国，今日有来无？无好，黄义章弟兄，洪宇的同事，今天有来吗？没有。好，那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仔细来我们当中。团契的消息咧，双年团契，今日台语堂礼拜结束了后，10:40伫咧教会1楼举行例会，主礼是咱富冈教会刘德昌弟兄，今天有来的刘德昌弟兄，伊要来甲咱，佫有钱韵如姐妹，刚才钱韵如姐妹没有介绍到，有在当中吗？好。它的主题是背经与经历神，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有准备中道等。第2，儿童主日学3月31日下主日，各活节赞美礼拜结束了后，伫咧教会2楼举办亲师座谈会，邀请主日学学生家长。佫想要了解儿童主日学的家长游玩，会使来参加。下面是具体相通的消息。有侪兄弟，有手术，有手术后伫咧厝静养的，咱家己来过目，来尽量拨时间来为因来代祷。以上报告到遮。咱好，那牧师普方接报告。一件喜事，迄个拜三点要拜三，杰宇吼，林杰宇老师吼，伊有生一个查某婴仔吼，咱甲伊恭喜吼，接续来顶周报。
哦，真的要恭喜一人长老，升级做阿公啊！好，咱这是来吟诵是397首，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甲咱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这事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入到闭会。